有一种遗传疾病，或者白化症，因的身体生成欠黑色素，和因的皮肤头毛看起来是真白，目睭的色水也真浅色。也因为欠黑色素的保护，因的皮肤、目睭拢会真惊光，视力会较歹，定需要去互医生看。即阵有关怀白化症的民间团体，希望把白化症列入罕见疾病的名单，互大众更加知影因的困境，就较通推测对因友善的环境。这阵社工当咧带的囡仔，皮肤白泡泡，头毛是白色，也是浅黄色，因是有遗传性疾病白化症的囡仔。这款疾病互因生成欠缺黑色素，会影响头毛、皮肤甲目睭。目睭欠色素保护会惊光，视力较差，皮肤也惊晒，较会白白。我们可能可以看很远，可是他们就是看得比较近，因为他现阶段是3岁中，还不太会讲话，对，也在慢慢训练语言，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看得到看不到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一些困难点。马偕病院表示，台湾白化症患者大约有1000多个，白化症患者需要较侪医疗资源照护，特别是眼科、皮肤科，因定需要走病院看病，真忝头。关怀白化症的民间团体，帮白化症通列做罕见疾病，推出整合性的医疗资源，减轻家庭的照顾负担，也通协助减轻父母的惊吓。产妇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孩，是这个样子，她可能会情绪失控，或者是有产后忧郁症。当纳入罕病，透过通报，我们做了马上关怀，那这个产妇的忧郁症的症状是可以减少的。他们就医的频率会更高，然后在未来就学就职上面可能影响会蛮大的，因为就医的频率的过高，可能会带来他们的一些经济上的负担。白化症患者在成长阶段需要较侪医疗资源，甚至是早疗资源。囡仔开始读册，也可能需要罕见设备，也是特别学习资源需求。医师表示，若白化症列入罕病，社会会更加知影因的需求，对白化症患者融入社会会更加有利。记者郭文林、姚凯台北报道。